早晨，各位記者朋友，歡迎大家參加志同香港會計師事務所嘅買賣協議研究報告2026嘅網上傳媒簡介會。咁今日好開心啦，請到志同香港諮詢主管合夥人湯彪先生 Barry，同埋諮詢副總監鍾以琪女士 Catherine，為我哋講解個報告嘅重點嘅。咁事不宜遲，我而家將時間交俾 Barry 先。哦，好啊，各位記者朋友早晨，大家好，我係 Barry 湯彪，係志同香港諮詢主管合夥人。今日非常開心咧，可以同大家分享咧，今年2026年嘅買賣協議研究報告，我哋英文係叫2026SPA Report 嘅研究成果嘅。咁我會首先分享我哋嘅觀察到嘅市場趨勢咧，跟住咧會介紹個企業交易嘅變化嘅。喺2025年咧，繼前一年2024年嘅短暫回升之後咧，咁市場咧再度顯現疲態嘅，企業交易宗數咧亦都隨之持續下跌。但係踏入今年咧，我哋睇到市場開始出現初步回暖嘅跡象嘅。今年首季嘅數據咧，亦都為我哋帶來咗審慎樂觀嘅信息嘅。正如我哋今年封面所講，unlocking opportunities in market evolution，咁即係話咧，其實喺市場演變不斷變化中咧，其實我哋都可以揾到啲機遇嘅。呢個咧就係我哋今年志同香港嘅第8年嘅 SPA report 嘅。我哋嘅報告嘅資料來源咧，全部都係公開資料咧，主要來源於港交所嘅公告咧。咁我哋會根據香港上市公司或者佢子公司喺舊年啦，即係2025年嘅1月1號到12月31號期間就有關嘅重大交易咧，非常重大收購事項咧，或者非常重大出售事項發出嘅公告咧，分析當中所提及嘅買賣協議。咁喺今次嘅報告中咧，我哋喺分析咗舊年總共有222份 SPA 嘅。咁喺2025年咧，香港上市公司嘅 SPA 宗數咧就跌咗11%嘅，由2024年嘅250宗咧下跌到去到舊年嘅222宗交易嘅。咁嗰啲交易主要咧係由主板上市公司嘅主要同埋非關聯交易所帶動嘅。咁雖然香港上市公司嘅交易企業交易咧喺2024年曾經短暫回升，但係其後喺2025年咧都轉弱翻，進入咗一個更為審慎同埋量力而行嘅調整期嘅。不過咧，如果我哋將收購同埋出售拆開嚟睇咧，會發現一個比較有趣嘅趨勢嘅。雖然整體嘅 SPA 嘅宗數咧跌咗，但係喺2025年嘅收購嘅宗數咧，其實係有少少上升嘅，由94宗咧微升到95宗。特別係當中嘅業務收購咧，按年就大幅增加咗26%嘅。換言之咧，雖然整體交易量跌咗，因為主要嘅原因咧係受到呢個出售交易嘅下跌19% 所拖累嘅，就由156宗咧跌到127宗。咁主要嘅原因咧係受到資產出售活動減少所致啦。例如船舶或者飛機呢啲非業務交易嘅放緩咧，再加上咧房地產咧建築行業嘅業務出售亦都有所少嘅。咁睇翻今年咧，今年2026年我哋睇翻第一季嘅 SPA 嘅宗數咧，比翻舊年2025年第一季係上升咗10%嘅，反映咗咧市場嘅情緒咧係有所改善嘅。咁我哋估計今年成年嘅企業交易將會錄得溫和嘅增長嘅，主要受惠於咧市場環境趨於穩定啦，跨境資金流動更趨於平衡，以及咧嗰啲交易嘅儲備咧持續保持穩定嘅，尤其是喺亞太區嘅表現咧尤為突出嘅。好啦，咁跟住下來咧，我會交俾我嘅同事 Catherine 咧去詳細講講咧2026年嘅趨勢，同埋舊年2025年各方面嘅發展。好，
咁唔該晒 Barry 啦。咁正如啱先 Barry 所提到啊，其實26年嘅第一季度嘅交易咧，對比起25年嘅同期咧，其實升咗10%嘅。咁喺度我補充翻少少我哋見到嘅數據啦。咁其實呢個升幅咧，主要係因為資產收購錄得9筆嘅交易啦，同埋物業處置錄得5筆交易嘅。咁相對比起25年嘅同期嘅5單同埋1單咧，其實有一個明顯嘅升幅㗎。咁另外 IT 行業嘅企業收購 SPA 咧，都佔咗總交易嘅比重咧，由前一年嘅6%啦，大幅上升至25年嘅14%嘅。咁呢個升幅咧，其實主要係受惠於一啲資金大舉投入喺呢個 AI 相關嘅業務度啦。咁特別係追捧一啲具備 AI 驅動啊，或者有高擴展性商業模式嘅公司㗎。咁我哋預計啦，咁 AI 投資咧喺26年裏面咧，都仲會係市場一個其中十分之重要嘅動力嚟㗎。咁另外我哋都留意到啦，其實26年嘅第一季度咧，香港已經有成40間公司上市啊，咁集資額咧係達到1104億港元啦。咁相比之下咧，喺25年嘅第一季度啦，其實得17宗嘅 IPO，咁集資額咧得187億港元嘅啫。咁呢個爆發性嘅增長啦，咁反映出市場嘅融資活動咧，其實已經回暖咗㗎啦。咁我哋都好期待咧，呢股新嘅資金啦，咁接下落嚟咧，會為到整體嘅企業交易咧帶來一個新嘅或者正面啲嘅動力㗎。咁跟住落嚟咧，我哋就會同大家去睇一睇有關業務交易 business transaction 嘅各項分析啦。咁首先咧，我哋先睇下地理位置啦。咁同往年一樣啦，其實中國喺收購或者出售交易方面咧，都有一個絕對嘅主導地位㗎。咁分別佔咗收購同出售嘅交易嘅84%啦，同埋89%。咁喺中國入面，咁香港喺收購同埋出售嘅佔比咧，都出現咗一個下降嘅趨勢。咁其中收購嘅佔比咧跌到得返5%啦，咁同山東啊、浙江嗰啲係差唔多嘅。咁而出售交易嗰邊嘅佔比咧就有8%啦。咁雖然跌咗，但係仲係一個第一位嘅。咁呢個差異咧，其實主要係源自於內地有一系列嘅政策支持啦，咁帶動咗成個嘅流動性提升咗，咁促使咗呢個本土嘅交易咧活動更加活躍啦，同埋有好多國企同埋一啲策略性嘅買家咧，佢哋都將佢哋嘅重心咧放翻喺本土嘅產業整合啊，咁而唔係好似以前咁啦，將佢哋嘅投資擴展嚟香港度。咁另外咧，我哋都睇到一啲亞太區嘅國家嘅交投咧，同樣值得關注㗎。咁例如係啲新加坡啊，或者澳洲等等嘅地方啦。咁如果大家睇一睇左邊嗰幅圖啦，咁嗰邊嘅收購交易啦，整個其他亞太地區嘅 percentage 咧，由24年嘅24%啦，下降得返25年嘅5%㗎。咁其實呢個由此可見啦，香港同其實佢呢個其他亞太地區咧嘅交投咧，同香港嘅市場嘅趨勢咧非常之相似嘅。咁新加坡啊、澳洲呢啲嘅地區啦，目前被企業用嚟做擴張嘅吸引力咧都減低咗㗎。咁上市公司喺呢啲區域嘅部署啦，都變得審慎咗，咁就唔再好似以前咁樣盲目做一啲海外嘅擴張嘅。咁跟住落嚟，我哋就會睇一睇行業嘅分析啦。咁透過對唔同行業嘅分析啦，咁其實我哋觀察到25年咧，其實依然有房地產同埋建築嘅買家佔收購活動最大嘅比重㗎。咁一共錄得13宗嘅收購交易啦。咁對比起24年嘅19宗咧，係有所放緩嘅。咁呢個放緩咧，其實反映咗市場喺經歷之前幾波激烈嘅企業重組之後咧，其實而家轉向一個比較審慎嘅交易節奏㗎。咁但係如果換個角度嚟睇啦，咁我哋睇翻收購對象啲 target 嗰邊嚟睇咧，咁其實房地產同建築行業以及呢個 IT 嘅行業咧，一齊成為咗呢個兩大最熱門嘅收購目標，咁合共佔咗整個收購總量嘅35%嘅。咁其中受到市場大幅增加投資嘅 AI 商業模式所推動啦。咁其實 IT 行業咧整個業務嘅收購都有顯著上升嘅。咁佔總交易量嘅比例咧，由前一年嘅6%啦，上升至到25年嘅14%嘅。咁對比起以往，其實我哋見到喺 IT 同行裡面嘅併購啦。咁今年我哋見到個新嘅趨勢嘅，其實咧就包括唔同嘅行業啦，例如房地產啊、工業啊或者金融嘅行業咧，佢哋都跨界去收購一啲 IT 嘅相關企業。咁樣反映咗咧，其實一個全行業嘅 AI 轉型咧，都成為咗一個主流。咁而我哋如果睇翻喺出售方面啦，即係賣方嗰邊啦，咁非必需消費品嘅行業咧，就成為咗最高嘅出售量嘅板塊，咁佔咗總業務出售協議嘅29%嘅。
咁主要咧其實係受到消費需求疲弱啦，同埋利潤率受到影響所致啦。咁促使到啲上市公司咧，其實佢哋加快去剝離一啲佢哋非核心嘅業務啦，或者係啲業績欠佳嘅業務嘅。咁從此去優化佢哋嘅資產組合啊，提升翻整個公司嘅營運效率嘅。咁相反咧，其實我哋見到房地產同建築業咧嘅業務出售量咧喺25年咧有一個顯著下降，咁跌咗25%嘅。咁雖然內房市場持續受壓啦，咁但係出售量咧佢就不升反跌。咁其實咧正正反映出咧呢個交易執行放緩咗啦，融資條件收緊咗啦，同埋買賣雙方佢哋定價嘅差距嘅擴大咗喎，咁令到佢哋嘅交易咧都難以變得落實到嘅。咁跟住落嚟，我哋就會再睇下個交易結構啦。咁其實回顧翻2024年啦，喺全球經濟放緩同埋融資成本上升嘅環境底下咧，咁其實買方咧普遍採取一啲比較謹慎保守嘅態度啊。咁但係隨住2025年佢哋嘅經濟逐步企穩啦，咁買家對業務收購咧都展現出一個更大嘅信心㗎。咁其中我哋見到一個明顯嘅轉變就係咧，買家佢哋更加傾向取得一個有控制權嘅較大嘅股份啦。咁喺25年嘅時候咧，收購50%或者以上股權嘅買家比例咧，就由24年嘅52%啦，大幅上升至到25年嘅71%嘅。咁而尋求收購整個業務，即係買晒100%股權嘅買家比例咧，亦都由36%上升至到46%嘅。咁樣反映緊買家咧，其實佢哋嘅投資取態啦，由過往比較保守去買一啲少數嘅股權投資啦，轉向一啲更加積極嘅控股性收購，咁可能方便翻佢哋以後主導翻成個業務嘅整合啊，或者釋放翻協同效應嘅。咁另一方面咧，其實買方出售50%或者更多股權嘅比例咧，都由24年嘅80%咧，輕微回落到去到大約75%嘅。咁而尋求出售整個業務嘅買家比例咧，就由57%啦，上升去到25年嘅64%。咁整體而言咧，其實成個市場咧，依然都係以一個控股權交易為主導嘅。咁跟住落嚟，我哋就會再睇下呢個估值方法啦。咁其實公司去做一個對一個收購目標做估值嘅時候咧，最常用會用到3種估值方法啦。咁一係資產法啦 （asset approach） 啦，第二係市場法 （market approach） 啦，同埋第三個係收入法（income approach） 嘅。咁根據我哋25年嘅數據啦，喺收購 SPA 入面咧，其實市場法 （market approach） 咧係最常用嘅方法，咁佔咗收購交易嘅54%嘅。咁樣凸顯咗咧，其實估值重心咧慢慢轉向咗一啲去成長型企業啦，特別係啱啱所提到 IT 又或者 AI 相關嘅企業㗎。咁因為咧市場法咧可以將佢哋企業價值啦，同一啲市場上面可比嘅公司嘅未來增長咧嘅潛力咧做咗一個掛鈎，咁而唔係單純睇返佢哋以前可能歷史上嘅帳面價值㗎。咁而出售方面咧，其實我哋見到資產法咧，asset approach 咧依然係一個最受歡迎嘅估值方法，咁佔咗25年出售交易入面嘅43%。咁但係我哋都留意到啦，其實市場法嘅比例咧係有所上升嘅。咁原因係因為要處置一啲可能非必需消費品啊，或者一啲科技資產嘅比例都增加咗㗎。咁再深入啲去睇啦，無論喺收購啊或者出售方面咧，其實收入法 income approach 咧喺25年嘅時候咧都有所上升。咁主要嘅原因咧係因為收入法咧其實非常依賴咧佢對未來嘅現金流嘅預測啊。咁隨住整體嘅經濟環境變得穩定咗啦，咁企業對未來收入啊或者現金流嘅可預測性都高咗啊。咁所以從而提升咗 income approach 嘅可靠性啦，咁令到啲企業都會用多啲呢個 approach 嘅。咁跟住落嚟，我哋就會睇下對價啦。咁對價 consideration 同資產淨值 NAV 之間嘅關係咧，咁我哋而家就去望一望啦。咁喺25年嘅時候咧，有高達70% 嘅收購交易咧，佢嘅 consideration 咧係超過咗目標公司嘅 NAV 㗎。咁呢個現象咧，其實主要係原因係市場嘅估值邏輯，咁已經唔由以往比較着重可能帳面嘅資產價值啦，逐步轉向咗睇返未來嘅增長同埋現金流啊。咁啲買家咧，其實佢哋已經唔係盲目追高啦。佢哋雖然肯支付一個日價，即係 premium 啦，咁但係僅限於一啲可能有強勁增長潛力，或者可以提供到穩定現金流嘅優質資產嘅。
咁此外咧，其實喺25年嘅時候咧，有58%嘅企業咧喺出售業務嘅時候咧錄得咗一個盈利 disposal gain 嘅。咁較24年咧，其實上升咗7%啦。咁如果就行業嚟睇，咁我哋可以見到高達80%嘅 IT 買家咧，其實喺買佢哋業務嘅時候咧係有一個有錢賺嘅。咁呢個比例咧，其實明顯高於其他嘅行業嘅。咁由此可見啦，做企業估值嘅時候啦，咁行業嘅特性啊，或者一啲市場嘅狀況咧，其實對個估值嘅結果嚟講咧，都有好大嘅影響嘅。跟住落嚟，我哋就會再睇下呢個結算嘅方式啦。咁喺當下企業嘅交易環境中啦，咁其實現金結算咧都仲係佔咗一個主流嘅地位㗎。咁喺25年嘅時候咧，其實有52% 嘅收購交易啦，同埋83% 嘅出售交易咧，其實係選擇咗純現金嘅交易㗎。咁反映咗咧現金其實都仲係擁有一個最高嘅流動性啦，同埋有一個直接嘅優勢㗎。咁然而咧，其實對比起24年嘅時候嘅水平咧，單靠現金去結算嘅一個比例咧，其實有所回落啊。咁現金嘅回落咧，其實代表住其他金融工具嘅使用，例如可能一啲嘅可換股嘅債券 convertible bonds 啦，或者啲期票咧，其實都呈現咗一個上升嘅趨勢。咁其實係由24年嘅6% 啦，上升到25年嘅16% 嘅。咁咧顯示咗買家面對一個高息嘅環境底下啦，其實開始採用咗一啲更加靈活嘅資本管理啦，同埋多元化啲嘅交易結構安排嘅。咁同時啦，其實我哋見到25年咧，單純與股權結算shares only 嘅交易宗數咧，都對比起上年上升咗。咁收購交易入面嘅宗數咧，由20% 增加到24%啦。咁而出售交易嘅比例咧，都由3% 上升到8% 嘅。咁雖然有上升嘅趨勢啦，但係其實佢都遠低於現金結算嘅比例㗎。咁呢個最主要嘅原因咧，係因為股權嘅流動性都比較低啦，而且股權嘅價值咧，其實容易受到市場嘅波動啦、未來公司表現等等嘅影響啦，增加咗呢個不確定性㗎。咁所以都呢啲顧慮咧，都會削弱咗個企業咧單純以股權去做結算嘅意欲嘅。咁跟住落嚟，我哋就會再睇埋呢個交易嘅條件啦。咁無論喺企業收購或者出售協議入面咧，其實我哋最常見嘅成交先決條件 condition precedents 咧，都係設定一個保證同埋彌償條款啦 ，warranty and indemnity 啦，以及一個盡職調查 due diligence 嘅。咁喺業務收購入面啦，其實保證同彌償條款咧，佢哋同盡職調查咧，其實各自佔咗整體嘅56%同43%啦。咁而喺企業出售協議入面咧，佢哋就各自佔咗47%同埋20% 嘅。咁保證同彌償條款嘅增加啦，其實佢最主要嘅核心作用咧，係用嚟為買方提供一個清晰嘅法律保障啦。一旦日後咧可能發現咗一啲買方嘅資料唔準確啊，或者有啲隱藏嘅風險咧，其實買方可以有機制去作出一個索償啊。咁從而大大降低咗交易嘅不確定性啦。咁而due diligence 咧就係交易之前咧發揮一個比較重要嘅把關作用啦。咁就幫買方全面去了解翻目標公司嘅財務啊、法律啊或者營運嘅狀況啦。咁及早識別翻一個潛在嘅風險嘅。咁我哋另外都見到，其實有29% 嘅收購協議啦，同埋16% 嘅出售協議咧，係需要進行一個獨立估值嘅 independent valuation 啦。咁比例咧係僅次於之前兩者嘅。咁呢個安排咧，其實都有助翻買賣雙方啦，提供一個相對嚟講客觀啲、公允啲嘅價值嚟做參考。確保翻佢哋交易條款咧係建基於一個合理嘅假設同埋數據之上嘅，咁從而提升翻一個交易嘅透明度啊，同埋雙方嘅信心嘅，咁非常有利於推動整個交易順利去完成嘅。咁我嚟緊就將時間交翻俾 Barry 去同大家做一個 summary 啦，唔該晒。好，多謝我同事Catherine 啦，佢詳細講解咗2026年嘅趨勢咧，同埋舊年2025年各方面嘅發展啦。咁跟住就係最後一張 slide 咧，咁我會俾一個少少嘅總結咧。咁喺6方面嘅，係啦，第一咧就係2025年咧，咁 SPA 嘅宗數咧係輕微跌咗11% 嘅，主要係因為受到資產收購。同埋出售嘅同埋房地產同埋建築行業業務相關交易減少所帶動嘅。而我哋見到咧今年第一季咧嘅 SPA 嘅宗數咧
係比舊年上升咗10%嘅，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好消息嚟嘅。第二方面咧就係行業方面啦，喺舊年咧房地產同埋建築領域喺買家嘅所佔嘅比例係最高嘅啦，佔咗收購 SPA 嘅24%嘅。而喺主要買方行業方面咧，我哋睇到咧非必需品消費品咧係佔SPA 嗰個交易嘅29%嘅。咁值得注意嘅係IT 行業嘅業務嘅收購咧喺舊年咧顯著上升嘅。咁個佔嗰個交易量咧比例咧由2024年嘅6%咧大幅上升到14%嘅。咁第三點咧就係地區方面咧，中國嘅業務收購同埋出售交易咧，分別係佔整體嘅84%同埋89%嘅。咁當中咧，中國內地嘅交易集中度咧係明顯上升嘅，而香港本地嘅交投咧則有所下降嘅。咁喺第四方面咧就係股權，喺2025年咧有71% 嘅企業咧考慮收購目標公司50% 以上嘅股權，而有75% 嘅企業咧就考慮出售50% 以上嘅股權。咁整體嚟講咧，市場仍然以購買控股權交易為主導。第五點咧就係估值方面，喺2025年咧市場化咧係業務收購中最常見嘅估值方法嘅，有54% 嘅交易採用嘅。但係呢個方法喺出售方面咧係佔咗38%嘅，而資產法咧就係業務出售中最受歡迎嘅估值方法，有43% 嘅交易採用嘅。咁第六方面咧係交易結算，現金支付咧仍然都係主流，佔咗收購交易嘅52%。喺出售交易方面咧有83%，但係相對於2024年純現金交易係減少咗嘅。OK，咁有關2026年 SPA 報告嘅分享就暫告一段落。各位記者朋友，如果有任何問題咧，就歡迎提問。好，唔該晒 Harry。咁而家係問答時間啦。咁各位記者可以喺嗰個 chat box 嗰度用文字提問。好，咁第一個問題咧，就係想問下上市公司嘅企業交易量咧，去年就下跌咗11%。想問下導致2025年整體交易放緩嘅核心阻力係啲咩咧？咁呢啲阻力喺2026年係咪會減退咧？好，多謝呢個提問啦。咁就根據我哋嘅 SPA 報告嘅統計咧，冇錯嘅，喺2025年咧係繼2024年短暫反彈之後咧，係嗰個買賣嘅嗰個協議嘅宗數咧係跌咗11%，去到222宗嘅。咁我哋覺得市場表現疲弱咧，主要係受到資產收購啊同埋資產出售嘅活動減少所致嘅。例如喺船舶飛機嘅交易放緩啦，與此同時咧房地產咧同埋建築行業嘅業務亦都顯著減少嘅，咁呢啲都係拖低咗去年嗰個整體交易量嘅主要原因。而喺呢啲現象背後咧主要我哋睇到咧係受到3項宏觀因素嘅限制嘅。第一咧就係高利率環境嘅持續啦。咁呢啲係推高咗嗰個營運嘅成本，變咗亦都降低咗個估值嘅。第二咧，當然大家都知道就係個地緣政治嘅不確定性咧，亦都令到企業嘅風險就係偏好下跌咗嘅。第三咧就係跨境資本同埋監管環境咧都係轉趨審慎嚴格嘅，咁亦都延長咗交易決策嘅週期嘅。咁展望我哋2026年咧，正如頭先咁講咧，部分壓力已經見到啲改善嘅，例如信貸市場比較企穩咗啦，貨幣政策就漸推寬鬆咧。整體而言咧，我哋覺得雖然嗰個壓力已經有少少改善，但係咧呢啲宏觀嘅挑戰咧仲未完全消退嘅。第二個問題咧，就係想問下，今年首季企業交易量嘅復甦咧，主要係受到邊啲利好因素驅動咧？
今年交易市場嘅有邊啲挑戰同埋機遇咧？OK，唔該晒。我哋睇到今年嘅交易量咧係上升咗嘅，我哋覺得佢係重拾翻啲動能嘅。我諗我哋覺得係主要受惠喺兩個關鍵嘅驅動。第一咧就係跨境資金嘅流動咧變得更為均衡啦。第二就係市場上持續有穩健嘅交易項目嘅儲備咧，即係 pipeline 嘅支持咧。咁尤其是呢個喺亞太區，我哋睇到比較顯著啲嘅。咁展望我哋2026年今年啦，由AI 驅動嘅投資咧，將會持續成為企業兼併交易嘅重要引擎啦。我哋睇到啲投資者咧就比較聚焦喺啲科技相關嘅領域咧，咁佢哋會優先佈局喺具備強大 AI 能力同埋可擴展嗰個商業模式嘅企業嗰度。雖然咧融資成本喺結構上咧仍然係高於2020年前嘅水平。咁但係我哋睇到流動性嘅改善，為策略性同埋更大嘅規模嘅交易咧提供咗比較穩固嘅基礎嘅。跟住咧就係想問下，今年首季咧，香港上市公司嘅交易量上升咗10%啊。咁據你觀察，第二季嘅市場氣氛係點樣咧？有冇受到美伊戰爭影響咧？增長動能係咪可以繼續咧？你預期全年可唔可以維持雙位數嘅增幅咧？咁我哋睇到第二季嘅市場氣氛咧，整體都係維持喺審慎樂觀嘅。咁對於國際地緣政治嘅局勢咧，我哋覺得確實係會引起到市場嗰個情緒嘅短期嘅心理波動嘅。但係我哋認為咧就唔會長期而言咧唔會對嗰個兼併市場造成系統性嘅破壞嘅。因為咧從大趨勢嚟睇咧，香港嗰個信貸市場都比較企穩，同埋貨幣政策咧都係漸趨寬鬆嘅。咁我覺得呢個都會有助市場人士嘅長期信心嘅。咁我哋預期今年全年嘅市場咧會呈現比較穩健嘅溫和增長嘅。咁至於今年究竟係咪可以維持雙位數嘅增長咧？我哋要睇下觀望下今年下半年咧，特別係市場氣氛啦，同埋嗰個資產流動性係咪可以進一步轉化為更多實際嘅交易啦？咁下一個問題就想話即係 Barry 同 Catherine 都提到，即係資訊科技板塊嘅業務收購佔比係由去年嘅6%大幅升到去14%嘅。咁目前市場上邊啲嘅 AI 商業模式最受資金青睞咧？除咗 AI 之外，仲有冇其他原因支持呢個板塊嘅投資熱度咧？同埋展望即係嚟緊嗰年啦，你預測 IT 板塊嘅併購活動咧會呈現點樣嘅結構性特質同埋啲交易規模趨勢咧？好，唔該晒呢條問題嘅。咁其實我哋見到目前市場嘅資金啦，其實係集中於一啲有實際應用場景嘅 AI solution 度啦。咁例如係一啲嘅企業級嘅 AI 應用啊，即係可能幫啲大公司去自動化處理啲報銷啊、寫 report 啊，或者係啲可能做客服系統嘅。咁另外都有啲係垂直行業嘅解決方案啦，就好似可能幫啲銀行啊做自動風控啦，或者係可能幫啲醫院做一啲 AI 診症咁樣嘅。咁另外，因為 AI 嘅發展同埋訓練啦，其實背後都引申咗一啲相關嘅需求嘅。咁例如係一啲數據啊，同埋一啲算力嘅基礎設施嘅嘢啦，同埋一啲可能數據安全嘅解決方案㗎。咁所以例如做一啲提升 AI 用電能源效益啊，或者提升數據私隱同埋防泄漏嘅公司咧，其實我哋都見到係好受歡迎㗎。咁另外咧，其實喺我哋 report 度見到啦，25年同以往唔同啦，以往就係 IT 行業裡面嘅併購活動比較多啊。咁但係25年嘅時候咧，我哋見到係唔同嘅行業啊，包括一啲房地產啊、工業啊，或者一啲金融業咧，其實佢哋都積極去收購 IT 嘅一個企業啊。咁反映咗呢個 AI 嘅轉型咧，已經變咗一個主流一個趨勢啊。咁所以我哋展望未來一年啦，咁我哋預計呢個 IT 板塊嘅併購活動咧，就唔會好似往年咁樣去買一個 AI 嘅概念啊，咁而係比較集中翻佢哋一個技術嘅能力啦，或者佢哋真係有盈利能力嘅一啲公司嘅。好啦，咁下一個問題咧，想問下高達70% 嘅業務收購價咧，其實超過咗幫目標公司嘅 NAV 嘅。
咁目前嘅融資成本高企啦，同埋即係市場氣氛都比較謹慎啦。點解買家仍然願意支付日價咧？呢啲高質量嘅資產其實係具備邊啲嘅特徵咧？係咁雖然而家嘅融資成本都仲係較高啦，咁點解啲買家都願意支付一個premium 去買啲公司咧？咁其實我哋報告入面咧都大概見到個中嘅原因㗎。咁我哋嘅報告發現啦，其實25年嘅時候咧係超過50% 嘅業務收購咧係採用咗 market approach 啦。咁特別係啲 IT 啊 AI 相關嘅板塊啊，咁其實市場法咧其實係將啲企業嘅估值啦同市場上類似嘅一啲嘅公司嘅 performance 掛鈎咗嘅，咁而唔係單單去睇佢哋歷史嘅資產表現咁樣嘅。咁呢個現象咧都反映咗目前市場兩樣嘢啦。咁第一就係市場其實佢哋有經過精挑細選啲公司啦。咁第二其實佢哋買家係有一個十分之清晰嘅投資紀律嘅。咁佢哋就唔係盲目去追高啦，咁而係只係會為咗嗰啲可能具備高質素嘅同埋有明確增長能力嘅資產咧，佢哋先會願意支付個 premium 嘅。咁所以當佢哋見到一啲可能有競爭優勢啊、有高增長啊，或者有啲有穩定 cash flow 嘅公司嘅時候咧，佢哋個收購價出高過一個 NAV 咧，其實都係一個合理同埋可預期嘅情況嚟嘅。咁下一個問題咧，就係即係非必需消費品嘅行業咧，就成為咗2025年最大嘅賣家行業啦。咁面對消費需求疲軟同埋利用壓力，預期今年呢個行業佢哋嘅剝離呢個非核心業務嘅趨勢會唔會持續咧？係嘅，咁我哋都預計其實呢個剝離非核心業務嘅趨勢咧，其實喺26年咧都會繼續延續落去啦。咁其實正如我哋報告所見到啦，咁25年嘅非必需消費品嘅行業咧，其實喺業務出售入面咧係榜首㗎。咁其實呢個反映咗咧，其實目前嘅消費需求都好疲弱啦。其實佢哋嘅利潤率都受壓嘅情況底下咧，啲企業係需要做一啲策略性嘅重組㗎。咁就好似一啲我哋見到嘅服裝啊，或者飲食嘅集團啦，其實佢哋都會將旗下未如理想嘅一啲嘅副線品牌啊，或者將佢啲一啲嘅海外市場啊特許經營權咧，都打包出售咁樣，去從而套翻現嘅。咁其實佢哋都係想將呢啲資產咧，其實重新集中喺翻佢哋啲核心嘅品牌度啦，去優化翻佢哋資產組合啦，去釋放翻啲資金嘅。咁所以目前嚟睇咧，其實我哋見到呢啲零售同埋消費行業嘅一啲壓力咧，短期內都仲係存在啊。咁因此啲企業咧，為咗開源節流啦，其實今年相關嘅策略性嘅處置活動咧，我哋都預計仲會維持喺一個比較活躍嘅水平上面㗎。多謝 Kathy。咁報告都預期個利率其實係會繼續即係高企啦。咁喺呢個融資成本易升難跌之下咧，咁會點樣去重塑翻上市公司喺2026年下半年嘅併購決策咧？同埋即係企業喺篩選併購目標規模同埋設定財務回報門檻嘅時候，會面臨邊一啲痛點咧？OK，唔該晒呢個問題啊。咁喺融資成本嘅結構性維持喺個高位嘅環境之下咧，企業喺兼併決策係面對緊兩大核心嘅挑戰嘅。第一咧就係嗰個資金嘅成本上升啦，令到企業喺設定嗰個企業回報門檻時變得更為嚴格啦。第二咧就係市場不確定性嘅持續咧，亦都促使咗即係企業更加重視風險管制啦。喺呢個背景之下咧，我哋觀察到咧，即係企業嘅交易策略咧，出現咗啲明顯嘅轉變嘅。首先咧，喺嗰個交易結構上咧，企業已經逐步降低咗對純現金交易嘅依賴啊，轉而更採用比較flexible 啦，即係彈性嘅結構咁就例如好似純股份嘅結算啦，或者可轉換債券嘅安排咧，令到佢更有效咁平衡個融資成本同埋嗰個風險分配嘅。而企業喺篩選嗰個企業目標規模啊，同埋設定嗰個企業回報門檻嗰陣時咧，面臨嘅痛點咧就係即係第一就係需要喺嗰個企業嗰個估值合理性同埋回報要求之間攞到個平衡啦。喺高息環境之下咧，個估值稍有偏差咧，咁就好容易咧對整體嗰個投資回報造成顯著嘅影響。咁所以咧，我哋亦都留意到咧，市場對於交易執行
同埋風險管理相關措施嘅需求咧顯著上升嘅。尤其是喺幾方面啦，就第一咧喺嗰個買賣協議嗰度咧，就應該加翻嗰個保證條款啦，例如保證同埋彌補安排啦，warranties 同埋 indemnities，同埋其他風險分擔嘅機制咧，嚟降低潛在嘅不確定性咧。第二咧就係即係更加深入嘅盡職調查咧，due diligence，咁以便可以就掌握目標公司嘅資產品質同埋嗰個現金流嘅素質嘅。咁第三咧就係咁嚴謹嘅估值variation 咧，以確保咧嗰個交易定價同埋預期回報係相符。咁下一條問題咧，就想問下近期咧，內地都加強咗資金外流嘅限制啦。想問下呢啲監管行動會唔會影響今年下半年上市公司嘅買賣協議情況咧？多謝呢個問題啊。咁相關嗰個政策咁係會對跨境嗰個資本嗰個流動性同埋交易規模咧係會帶來一定嘅影響嘅。特別係減少部分係以嗰個資本外流為導向嗰啲交易活動嘅，係啦。咁但係我哋覺得咧，香港個核心優勢都係比較穩固嘅，包括有即係成熟嘅法律體制啦、完善嘅專業服務啦，以及同埋國際資本對接嘅能力咧。整體嚟講咧，香港嗰個市場嗰個角色咧，淨係逐步調整啦。咁就由單一資本通道咧，轉向更具增值能力嘅國際併購平台啦。咁相關嘅政策措施咧，主要約出就通過非合法途徑跨境流入嘅資金咧。咁內地咧仍然都明確鼓勵通過合法嘅途徑過來嘅資金嘅。咁所以雖然咧係會有影響。但係咧，我哋都覺得係即係維持係審慎樂觀嘅。唔該晒 Terry。咁各位記者朋友，仲有冇其他問題？如果各位記者朋友冇其他問題咧，我就宣布今日嘅記者會咧就到呢度圓滿結束啦。咁多謝大家嘅參與。如果你哋有其他嘅問題咧，都可以揾翻我哋 IPL 做 follow up 嘅。唔該晒大家。多謝，拜拜。唔該晒，拜拜。Thank you。